亮亮，你的影子挡住了。阿迪，你跟我换位置，你在这里。好啊。嘿，哎，阿迪呀，这次你的影子挡更多啊。我的，奇怪，为什么都会有样哎啊？样哎，没错，样哎就是影子的意思。样哎，换你们念一遍哦。样哎，样哎，东后。那我到底要站哪里呀？你要站远一点，试试看。站远一点。这边没有了吧？为什么还是有？奇怪，我都站那么远了，还是有样哎。样哎为什么要一直跟着我啊？你很奇怪哎。哎呦，会有样哎啊，其实啊是因为光源的关系哦。好，主播现场倒数5、4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的脸上有点影子，帮我打一点光，我需要来点苹果光。苹果光哦，不好意思，主播，助理，苹果光是苹果光。哎，我要的是苹果般的光泽，不是那种脸上有苹果影子的苹果光，拿走。拿走。主播，如果你要苹果光的话，那可能要等一下灯光师哎。你们效率会不会太差了？我告诉你，要是今天没有苹果般的脸光，我这个主播不当了。不当主播了，是，导播，好，我马上处理一下。不好意思哦，主播，那可以麻烦你移开一点吗？你没有听懂吗？我说今天要是没有苹果般的脸光，我什么话都不说。好，那你在那边休息一下，在那边休息。那个助理进来，是，外套穿好。好，待会就按照新闻稿念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没问题，请坐。现场倒数5、4、3、2。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悠悠新闻台，我是今天的新主播，我是浣熊主播。只要有光源，就可以产生样哎。只要能控制光源，就可以控制样哎。请开灯。哇，好好玩哦！哎，博士，那我们可以控制样眼的大小吗？可以的哦，大家注意一下，观察一下日出跟日落，太阳是在两侧的位置，我们的样哎就会变得很长。那中午的时候，太阳在我们的头顶上，样哎就会变很小。哦，那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怎么样不会有我的样哎了。噔噔，嘿，哈哈，真聪明哎。博士啊，你刚刚写的这个字是不是哪里怪怪的啊？什么多一横啊？这个多一横，没错，就是要多一横啦。你看，就已经多一横了，再多一横就刚刚好。哦，你们看，刚刚，好厉害哦！都是你们的样呀，影响我了啦。祝博士今年旺旺！哎呦，大家都旺，来，一起来写。旺旺。你来。